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拍马3年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希望2月底进前会当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讨论停战的代志。另外，美国甲乌克兰稀土协议，双方拢讲有机会会当讲成。美国总统川普捌伫咧18记者会结束了后，讲有可能伫咧2月底进前甲俄国总统普京见面。对此，俄国的副外交部长雷亚布可夫日日表示，双方拢伫咧积极安排，有机会实现两位领袖再一遍共场会谈。不过，毋若是俄战争，也阁会讲到国家广泛的全球的问题。雷亚布可夫讲，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和美俄关系正常化发展，找到方法来解决怎么包括乌克兰问题，也个未来危险情势，怎么正伫咧进行准备工作。而且伊也讲，针对俄停战协议，会伫咧2礼拜内举行第2遍会议，所在应该共款经伫咧第3国家。The president and his team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continuing negoti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is war to end the conflict, and the president is very confident we can get it done this week. 另外，针对美国甲乌克兰的稀土协议，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协议无包括安全协议外签，准备的第三凯洛格伫咧甲泽伦斯基见面时阵提出新的协议草案，唔但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也解决一寡当局担心的问题。泽伦斯基伫外交部长、国会议长等官员不了解以下，也愿意签。I think we're pretty close to a deal, and we better be close to a deal. 虽然英国媒体引述乌克兰相关人士的言论报道，新的协议草案也有真侪问题，泽伦斯基也未全好要接受。不过，外国媒体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论报道，凯洛格讲，若是无法度达成协议 ，SpaceX 提供予乌克兰使用的星链卫星服务，可能就会关起来。到时乌克兰伫俄战争将会拄到不利的局面。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辑。